我去看，那个朋友炒面。装是，去买炒个泡粉什么嘛。你也看嘛，你多么长，人家视频哈，人家你一起弄了，啊，你都往我这蹬。啊，天绑绑紧，你看我那慢，绑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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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，你是不是压的又压，压的又压？我没用压，没压，根本没压。我洗姐，我最喜欢吃橘子，我年年的，人家讲，啊个，你是眼里没有？就讲个原著型的，你讲个王小鱼的这个那个王子，你再点个那个暗子进去，就进去就很那的。鱼放酱啊，猪枣。天一般，今天放明天去哪？不就是往鱼个帮嘛，让他们在逼弄。嗯。一般毛个味的的。那有像新鲜个味道的哈，我嘛多碗，还有的就是红枣，或者大枣，哪子？我最喜欢就是它新鲜个的，它就这么苦。你妈子，那种苦个日子，还快点死，你人家的营销用的。啊，没擦干净。你把快点死拿出来，快点清楚。把两个炸起，它会两个烂的不哎。我以前我伢子的，到那种当兵上耶，去电那个鱼，然后电满那个小鱼的，我娘就带起我在的，用指甲石一根就可以把那鱼啊的肚子开开，然后一挤，就那张就挤出来，然后一会儿。我在家吃，挺好吃。古代我吃，它太小了。你看我。我你是讲我肉丸板肠，我也喜欢吃肉丸。肉丸那的，当猪啊，配饭他们也嘛。当真饭我差了一半人们呢。你不知道的。晚上就差得多呀，胖的，就会胖的。你的娃个身材很好。很好。还好吧。几个方法是嘛子？晚上吃点肉。到第二天下午洗。不进任何东西。做个水也是嘛吃的。就以6个小时不进食方法。轻断食嘛。有些这就轻断食了。我研究过嘛。你那点有嘛？有啊。我不就那个。但是，那方法呢，就是一旦你不外力不咋日感，反而就跑得更快。除非你天天都肉干。我们天天肉干。鬼天天肉干。我哪天吃点肉汤完了嘛？